若是讲到大场埕，你会想到；若是讲到大场埕，你会想到啥？是地叶，足侪中药房，也是二十八事件发生的所在。今仔日我要来讲大场埕上界出名的古迹——下海新丰庙。毋过要讲下海新丰庙，就要先来讲伊的源头。上早有一位新理人，将因故乡的下海新丰神像放伫网架8架庄，互共乡的人做伙奉祀。后来因为网架发生严重的下盗，这个事件华语号做地下交拼。事件所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利益冲突。早期繁华的城市拢是挖海的，所以掌握码头的所有权是足重要的。伫当时，网架已经是台北上繁华的城市。为着港口的权利，东王人和三邑人发生下斗。到尾，三邑人赢取网架大部分的利益，东王人煞是抱着新丰神像走路到大场埕。毋过，三邑人绝对无想到，后时网架会折塌，船只煞来停靠伫大场埕。就安尼，大场埕慢慢仔取代网架伫北部的地位，嘛是因为刷落来要介绍的是新丰庙。刷落来要介绍的是新丰庙内底一寡神明。头一个就要介绍下海新丰爷。大场埕下海新丰爷属于闽南民众家己奉祀的神佛，所以伊的庙名无管辖的地区名。这是下海新丰。后一个要介绍的是义勇宫，这是后一个要介绍的是义勇宫，这是伫下斗当中保护神像不幸。刷落来要介绍的是有关大刷落来要介绍的是有关大场埕产业所有的神明。民国50年，大场埕以批发部为主，因此就有一尊和纺织有关的神像，华语号做雷祖。正当中药行施行的时阵，加一位神像，迄就是华语所讲的神农大帝。因应附近有酒家甲查某囝，上尾就要来讲上有名声的外学老人。上尾就要来讲上有名声的外学老人。伫1971年，有一位欧巴桑到新丰庙向新丰爷为因囝儿求姻缘，无想到几个囝儿无偌久，真正找到对象。所以，欧巴桑就送一尊外老，甲新丰爷斗3工处理姻缘。下海新丰庙的外老促成真侪对象。讲到这，毋知你捌偌济？不如找时间来下海新丰庙。讲到这，毋知你捌偌济？不如找时间来下海新丰。